你平時去果欄或者街市買荔枝，見到有一堆青青綠綠，又有一堆紅當當，你第一反應會揀邊一堆？我諗90%人都會毫不猶豫咁話，梗係揀紅晒嗰啲啦，夠熟嘛？如果你都係咁諗，但就真係恭喜你，你同大部分人一樣，咁多年嚟都揀錯晒。我前幾日去咗拜訪一位做咗幾十年嘅老果農，人稱發叔。發叔今年已經70，有3歲，由10幾20歲開始就喺果園同荔枝打交道，摸過嘅荔枝多過你食米。佢同我講，好多行外人買荔枝淨係識睇顏色，結果買返屋企一剝開，一係就酸到整巢塊面，一係就核大過肉，甚至裏面已經變晒黑，生晒蟲。發叔話，真正識食荔枝嘅行家根本唔會單憑紅定青去決定買唔買。今日我就將發叔私傳俾我嘅5大揀荔枝絕招，毫無保留咁一次過傳授俾大家。聽完呢條片，保證你以後去買荔枝，一揀一個準，粒粒都甜到流汁，肉厚核細，唔使再交學費。講到第一點，亦都係最關鍵嘅一點，就係要打破大家對顏色嘅迷思。買荔枝嗰陣，到底揀青色定紅色好？發叔一聽我問呢個問題，就笑我太生手。佢話，答案其實係睇品種，唔可以一概而論。我哋最常食嘅幾個荔枝品種，好似妃子笑、白糖罌、桂味、糯米糍，每一種最完美嘅熟成狀態，顏色都完全唔同。好似最先上市嘅妃子笑咁，呢個品種最出名嘅地方就係紅配綠。發叔話，如果你見到一籃妃子笑紅到發紫，千萬唔好買，因為嗰啲已經過咗火位，肉質開始變軟，甚至會帶有一股酒味。最正嘅妃子笑外殼應該係青色，裏面帶有一抹淡淡嘅紅暈，大約係3分紅7分青嘅比例。呢個時候嘅妃子笑果肉最爽脆，酸甜比例啱啱好，咬落去汁水四濺。所以如果你買妃子笑，揀青色或者半青半紅先至係啱嘅。但係換做白糖罌或者桂味呢，咁就完全相反啦。呢啲品種就需要揀紅啲嘅，好似白糖罌咁，佢個名都話你知，好似白糖咁甜。如果佢個殼仲係青慘慘嘅，就代表未夠熟，食落去會帶有澀味。最正嘅白糖罌外殼應該係鮮紅色，頂多帶少少微黃。至於桂味，成熟嘅時候外殼係淺紅色，而且仲會有一股好清幽嘅桂花香味。如果你買呢2個品種，走去揀個青色嘅，但就真係自己計苦嚟食。所以下次去街市，第一件事要睇下個牌寫住咩品種，唔好一味追求紅當當。妃子笑要揀青中帶紅，白糖罌同桂味就要揀紅潤嘅，呢個先至係正宗行家嘅做法。知道咗顏色嘅秘密之後，發叔教嘅第2點就係要用你嘅手指去摸一摸，感受下個外殼嘅手感。好多人買荔枝好似買衫咁，淨係用眼睇，手都唔摸下。發叔話，荔枝個殼表面其實大有文章，你將一粒荔枝擺喺手心，用手指輕輕摸下佢表面啲刺，或者叫荔枝紋。如果呢啲刺摸落去非常之尖銳，好扎手，而且紋路生得好密好緊湊，但就代表呢粒荔枝仲未完全發育成熟，入面嘅果肉可能仲未長滿，核亦都會相對比較大。相反，如果一粒荔枝摸落去表面啲刺已經變得比較平滑，摸落去唔會覺得好刮手，而且紋路好明顯咁撐開咗，縫隙好寬，但就代表呢粒荔枝喺樹上吸飽咗養分，果肉已經生得非常肥厚，將個殼由裏到外咁撐大咗。呢種摸落去平滑、紋路撐開嘅荔枝，果肉一定是最飽滿、最厚實嘅。跟住落嚟第3點就係用手指輕輕捏下粒荔枝嘅硬度。摸完表面之後，你要輕輕用手指公同食指捏一捏粒荔枝。發叔話，捏荔枝嘅力度要啱啱好，唔好太用力，費事捏爛人哋啲果。如果一粒荔枝你捏落去，感覺好似舊石頭咁硬邦邦，完全冇任何彈性，但就代表呢粒荔枝一係就未熟透，一係就係摘落嚟之後失水過多，殼已經乾硬晒，入面嘅果肉好可能已經唔新鮮。但係咪越軟越好呢？當然唔係啦。如果你捏落去感覺浮浮黑，好似入面裝住水咁軟綿綿，甚至個殼有啲塌陷，但就代表呢粒荔枝已經熟過頭，
甚至裏面已經開始變壞、腐爛、發酵，隨時一剝開就流出酸臭嘅水。最完美嘅狀態係捏落去，感覺到非常有彈性，好似捏緊一個充滿氣嘅微型小皮球咁，既有硬度，又帶有回彈嘅力量。呢種手感代表裏面嘅果肉非常之新鮮、飽滿，而且充滿汁水，絕對係極品。聽完頭3點，係咪覺得已經學到好多嘢？但發叔話最容易俾人忽略嘅，往往係第4點，亦都係分辨粒荔枝有冇生蟲、新唔新鮮嘅終極大招，就係睇荔枝個果大同埋聞味。好多人買荔枝，一睇外表好似好靚，買返屋企一剝開，哈，個蒂位黑晒，仲有隻白色嘅蟲喺度爬，真係胃口都冇晒。發叔話要避免買到生蟲嘅荔枝，其實好簡單，你將粒荔枝轉過嚟，仔細睇下佢連住枝條嗰個果蒂，一個健康新鮮嘅荔枝果蒂，顏色應該係乾淨嘅，淺綠色或者微黃色，周圍冇任何黑點、霉斑，亦都冇滲出汁水。如果你見到果蒂位置已經變到深黑色，有小孔，或者有啲好似沙咁細嘅黑色粉末，但就100%係有蟲卵，或者已經生咗蟲，千祈唔好要。睇完果蒂，跟住將粒荔枝擺近個鼻度，聞一聞，新鮮品質好嘅荔枝，即使隔住個殼，你都可以聞到一股好清新、好自然嘅果香，好似啱啱由樹上摘落嚟咁。有啲品種好似桂味，甚至會帶有一絲絲好微弱嘅花香。相反，如果你聞落去，發現咩味都冇，但可能係放咗好耐嘅陳年舊貨，又或者你聞到一股酸酸地，甚至好似米酒咁嘅酒精發酵味，但就代表呢批荔枝已經放得太耐，入面嘅糖分已經開始變質發酵。就算外表再紅再靚，都千祈唔好買，食落肚隨時會鬧肚子。最後第5點，發叔同我講，好多人揀荔枝淨係睇粒果實本身，完全忽略咗連住荔枝嗰啲枝條同葉。發叔話呢個係好多無良菜販最怕人知嘅秘密。你去到果攤，如果見到啲荔枝係一整串連住枝葉一齊賣嘅，你要第一時間去睇下啲葉。如果啲葉呈現一種好自然嘅深綠色，摸落去仲有少少水分，唔容易脆斷，而且枝條好有韌性，但就代表呢批荔枝係啱啱採摘冇幾耐，用最快速度運到落嚟嘅，新鮮度非常之高。但係如果你見到啲葉已經變到枯黃色，甚至一碰就碎成粉末，枝條又乾又脆，但就代表呢批荔枝已經擺咗至少好幾日，水分已經蒸發得七七八八。講到呢度，發叔仲特別提醒咗我一樣嘢，香港好多街市嘅檔主為咗等啲荔枝望落去新鮮啲、顏色紅潤啲，好中意定時定候用噴水壺去噴水，甚至會用冰水去淋。好多人見到啲荔枝上面有水珠，就以為好新鮮。發叔話呢個其實係一個陷阱。荔枝呢種水果非常之嬌貴，俗語都有話一日色變，二日香變，三日微變。如果荔枝表面長期有水濕淋淋，又擺喺室溫環境之下，個殼好快就會變黑，而且極度容易滋生細菌。所以如果你見到個檔口啲荔枝浸喺水裏面，或者表面濕到漏水，但係啲枝葉明明已經枯晒，但呢啲就係整容荔枝，千祈唔好俾佢嘅外表騙到。真正新鮮嘅荔枝個殼應該係乾爽得嚟，帶有自然嘅光澤，而唔係靠人工噴水嚟維持。學識咗呢5個揀荔枝嘅絕招，包你以後唔會再踩雷。但係買咗咁靚嘅荔枝返屋企，如果保存得唔好，放1-2日就變黑變壞，但就真係暴殄天物啦。發叔見我咁好心機請教佢，最後仲免費送咗一個佢用了幾十年嘅老果農秘傳水果保鮮法俾我。好多人一買完荔枝返屋企，就成袋連埋膠袋直接塞入雪櫃。發叔話呢個做法簡直係親手殺死啲荔枝，因為膠袋裏面會悶住水分，雪櫃嘅低溫一逼，啲水分就會凝結喺膠袋內壁，然後滴返落荔枝表面。喺一個封閉又潮濕嘅環境下，荔枝個殼2日之內就會長出霉菌，然後成袋爛晒。正確嘅保鮮方法步驟其實非常簡單，但係效果神奇。首先你買咗荔枝返屋企之後，千祈唔好貪方便，將成串荔枝用手扯落嚟。如果你直接用手扯，好容易會連埋個果蒂一齊扯走，
露出裏面嘅果肉。一旦果肉外露，細菌就會長驅直入，而且水分會流失得好快。正確做法係用剪刀小心翼翼咁將荔枝一粒一粒剪落嚟，記得要保留一小段大約半個厘米長嘅果蒂。剪好之後，準備一盆清水，裏面加1茶匙嘅食鹽，將剪好嘅荔枝放入淡鹽水裏面，輕輕洗一洗。法叔話用淡鹽水洗，一方面可以洗走表面嘅化學殘留物或者污垢，另一方面鹽水有少少殺菌防腐嘅作用。洗大約1-2分鐘就足夠，唔好浸太耐。洗完之後呢個步驟最重要，一條乾淨嘅大毛巾或者廚房紙，將荔枝表面嘅水分完全抹乾，或者擺喺陰涼通風嘅地方吹乾。總之要確保個殼表面冇任何一滴水。跟住準備幾張報紙或者大張嘅廚房紙，將抹乾晒嘅荔枝用報紙密密實實咁包好。報紙嘅作用非常之大，佢既可以吸收雪櫃裏面多餘嘅濕氣，防止荔枝表面變潮濕，同時又可以保持一定嘅微量水分，等個殼唔會變到乾癟癟。包好報紙之後，再喺外面套一個乾淨嘅塑膠袋，但記得個膠袋唔好紮得太緊，留少少空隙俾佢透氣。最後將呢包嘢放入雪櫃嘅蔬菜保鮮格，蔬菜格嘅溫度通常喺4至8度左右，最啱儲存荔枝。用呢個方法保存，放個5到7日，甚至1個星期以上，你再拎出嚟剝開，個殼依然保持到鮮艷嘅顏色，入面嘅果肉依然係咁白雪雪，咁多汁，好似啱啱買返嚟咁新鮮。今日同大家講咗咁多，由點樣分品種、睇顏色，到摸外殼嘅紋路、捏硬度、睇果蒂、聞氣味，再到最後嘅老果農保鮮秘訣，相信大家以後去到街市都已經由閒外人變成半個荔枝專家。下次見到有人買妃子笑，仲喺度挑選最紅嗰粒，你大可以好有自信咁行過去，話俾佢知揀青色嗰粒啦，青色先至係最正啊！好啦，今日嘅老果農揀荔枝心得分享就到呢度，希望呢些資訊可以幫到大家喺呢個夏天同屋企人一齊享受到最鮮甜、最完美嘅荔枝。如果你覺得呢些方法真係有用，不妨試下跟住做，亦都可以分享俾身邊成日買錯水果嘅阿媽或者朋友，等大家一齊長知識。我哋下一次再見，拜拜。